上集講咗丑庚人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在庚向格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3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3號向左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左邊係冇成門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8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8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8格，而家睇到啦，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巽4宮，因為巽4宮嘅元旦星4號同向宮嘅元旦星3號不能合成河圖生成數300為朋，所以係負成門。向左成門喺辰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有向卯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3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3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3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艮8宮，因為艮8宮嘅元旦星8號同向宮嘅元旦星3號合成河圖生成數300為朋，所以係正成門。向中成門喺艮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8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8號向中係順飛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右邊係冇成門嘅。呢個係九運坐身向月，坐身向月同坐有向卯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有向卯係向中，而坐身向月係向右。向右成門喺寅嘅位置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度。呢個係3元九運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看成門訣嘅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